中国连续2天强军演，昨个军演无大好，今仔又搁提出海峡雷霆大号的军演。外界认为，中国军演除了讲是要吓惊大陆，另外目标是美国。今仔解剖新闻，咱个参加员来带咱了解分析中国军演的目的甲手法。是主播。中国昨向宣布展开陆海空的联合演训，进逼台湾。咱会当看到，包括着中国的海警船伫咧侵扰咱的马祖，驶过台海中线的军舰是位伫咧台湾的四周围逼近24海里的临接区外界线，还佫有航空母舰山东号编队是出现伫咧咱台湾的东南边，离俄乱片大概220海里的所在。目的就是要演练阻挡来自美国或者是顶悬日本来的援助。另外，空军的行动，咱嘛会当看到中国是派出战机、无人机、甲直升机等等安尼射台湾伫咧飞，实在真创手。而且即届无预警演训，无亲像进前有联合大舰 AB 这款的大号。中国表示军演真做常态，以后请不时就要来包围台湾的意思。今仔日中国也搁再另外宣布海峡雷霆2025A 的行动，话讲要来演练对台湾中南部的重要港口甲能源设施精准打击甲防控。种种的军事行动大力对咱台湾咧施压，也就是要来展现因打压台独的能力。佮再来看到，其实这几届演训拢有拿查到对中国偷渡的行为，包括前年甲去年的联合大舰 AB 军演，昨的联合演训拢总有掠到伫咱金门掠到对中国福建偷渡来的人，讲就是要来寻求政治庇护，要投向自由。不过，咱的海委会就讲，这款偷渡的行为根本就是配合中国的军演，伫咧侵扰咱台湾。面对着中国这款的威胁，咱的国防部嘛有展开积极的备战操演来应对。重点就是要防止中国可能会封锁台湾，甚至是军演向着变作是开战的行动。也针对着中国这款军事行动，欧盟是发出声明来强调台海和平，反对动用武力，反对威胁压迫的行为。美国嘛批评中国这款的军事威胁实在是无负责任，破坏着两岸的和平稳定。伊也强调会继续来支持台湾。咱今日的解剖新闻就先讲到这，再将镜头交转去给主播。